美國再現無王日示威，民主與獨裁的碰撞。當唔要國王嘅吶喊喺美國數百個城市街頭迴盪嘅時候，華盛頓嘅權力中心反而上演咗一出同佢形成尖銳反差嘅加冕鬧劇。10月18日，再度席捲全美嘅無王日示威浪潮，喺掌權者眼中似乎變成咗一場值得嘲笑嘅民間大戲。由紐約時報廣場到華盛頓國會山，數以百萬計嘅民眾手持捍衛民主、不要國王嘅標語，透過和平集會表達憂慮。但係佢哋訴求嘅對象，總統特朗普同副總統曼斯嘅回應方式，卻堪稱當代政治奇觀。副總統曼斯率先喺社交平台上為呢場君主登基大戲拉開序幕，佢興致勃勃咁分享咗一段精心製作嘅 AI 影片。畫面入邊，特朗普頭戴皇冠，手持佩劍，儼然成為一位接受覲見嘅君主。而佢嘅政治對手，包括民主黨嘅佩洛西等人，就低頭下跪喺特朗普面前聽候差遣。呢場虛擬嘅加冕喜劇仲未落幕，特朗普本人又親自加碼。當晚佢喺社交媒體上發佈咗一段更加具挑釁意味嘅影片，片入面一架黑然標注特朗普國王字樣嘅戰機翱翔喺紐約上空，對住下方聚集嘅示威人群傾瀉落黃色不明液體。呢個無疑係對街頭民意嘅公然羞辱。一邊係街頭和平請願嘅民眾，另一邊係沉迷於帝王角色扮演嘅權力巔峰人物。呢個極具諷刺意味嘅對比，勝過千言萬語嘅政治評論。當特朗普開始熱衷於將自己包裝成戲謔但又難掩其權力幻想嘅君主形象時，街頭嗰啲反對獨裁嘅呼聲，聽起身就格外耐人尋味，又好似向世界宣告呢個先至係真正嘅獨裁者。